靓女穿短裙秀美腿呢，君子也只会看看过瘾，但是色狼可就会忍不住出手揩油了。这不是吗？一个色胆包天的家伙啊，光天化日之下，竟然把手伸到了女孩的短裙里。好在呢，这一幕被医院门口的监控录像给拍了下来。看这个女的在这里，然后男的在后面跟着。这是医院大门口的监控画面。早上8点17分，一个靓女出现在了画面的左上方，一名黑衣男子紧随其后。两人走到医院标志牌后，意外发生了。但是他以为是抢包，然后就在这个地方，你可以看到阴影，地上有2个阴影走过去。对，就这时候1、2秒钟的时间抡了一下，就跑了。而此时就站在附近的医生和保安还不知道广告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。看了一下，他只叫了1声，然后就看了一下，在那边等着是不是有第2声叫，结果他都没反应了。然后我们人就走了，人就走了，她自己就很镇静的走出来了。最后她男朋友来了，她就是在挂号的时候就是哭着过来嘛，然后我们就问了她这情况嘛，哭着过来的。对。她当时是一个人还是？她和她朋友。和朋友。医生说，尽管男子的侵犯过程只发生了不到3秒，但受到侵犯的女孩下体却出现了严重的撕裂伤，目前情绪很不稳定。事发后，男子逃进了旁边的小路。幸好这里的摄像头抓拍下了他的正面镜头，感觉像是工厂的厂服，而且这种工厂厂服，但是很多雷同，因为有3、4个大厂都是有这样的，好像工装一样的。目前事发地湖南长沙兴沙派出所已经展开了立案调查。